喂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歡迎你嚟到呢個為人看世界。今集咧又同你講河馬呢個大踢爆啦，入精神病院着唔着數咧？其實我就講翻啦，就係佢尋日10月30號要上庭嘅，佢入咗精神病院就避開呢個上庭啊。避開上庭啊，咁樣其實入精神病院着唔着數呢？其實係唔着數嘅。點樣唔着數法呢？入咗精神病院又要有一段時間冇得出嚟啦，要觀察啦。入咗精神病院呢，其實呢，你入咗去呢，佢要觀察你個情緒有冇問題喎，可能要住2星期嘅最少。其實係着唔着數呢？就唔着數喎。其實，如果你想拖延審訊嘅話，你可以話乜嘢啊？請律師，話請唔到律師啊，押後乜嘢啊？押後翻嗰個乜嘢啊？審訊日期啊都得嘅喎。其實咁樣你又唔使入精神病院喎，係唔係呢？其實係唔着數喎，係咪先？你押後翻。話揾律師多啲時間，你押後1、2個月審訊都得嘅喎。咁樣你又好過你入精神病院避開上庭嘅喎。避開上庭嘅法官對你印象又唔好喎，係咪先？如果你請唔到律師，或者同律師再研究案情，去停一停先，係咪會好啲呢？其實都唔需要急喎，你想避開呢個上庭，你可以上庭同佢講話押後答辯啊，或者申請啊，攞多啲資料先，跟住然後先至上庭都得喎，唔使急喎。點解佢唔識咁樣做呢？入精神病院唔係最好嘅着數咯，同埋唔係逃避嘅方法咯。你想逃避嘅方法應該係上庭，同佢講話請唔到律師啊，我仲研究緊啲案情，同埋再攞啲案情文件，再做決定，咁樣就可以申請押後噶咯。所以被上庭係唔需要入精神病院，係話請唔到律師啊，或者我想攞多啲資料啊，咁樣就可以噶啦。其實已經解決咗個問題噶啦，係唔需要咁樣做喎。今集就講住咁多先啦，廢人啊看世界，歡迎點讚同埋分享同埋 FPF 支持我哋啦。如果你哋多人支持或者多人 like 嘅話，我下集會講下一啲精神病人如果面對到一啲法律問題嘅情況下，係咪一定要判醫院令呢？未必嘅喎，醫院令係有條件嘅喎。我下次同大家講多啲一啲精神病人如果遇到刑事嘅情況係點呢？我發覺坊間又冇乜人知嘅，我可以再做多集去講下一啲法律程序嘅嘢嘅，希望多啲人支持我哋啦，like 我哋啦。好，唔該大家。